可恨爹梦醒。你的背叛已经伤了我太深，不知是否应该太认真。也许你以后会改变。要发了我才知道。弟弟要发了啊！弟弟才知道咩啊？最早就在不容道。难道那回来是真吗？他还得有我面表。呸！对，那个人谁的我面表没有？他若太别气若谁？呸！没也能。别说了，我把猪谁？弟弟，我把猪谁啊？Ha ha ha ha!